我名方俊福，我響怡保江沙路呢度出世，我係潮州人，呢度大概做花盆係已經有我第3代啦，祖宗我爺落嚟到我爸到我接手，大概如果計落嚟差唔多90年以上啦。以前冇計錯咧，大概都係70幾間農窯，但係後來慢慢發展咗，人哋發展咗攞翻個地，慢慢就冇比較少咗咯。呢家就如果江沙路得翻一條農窯，其餘嘅都已經搬到出邊咗咯。你用泥嘅嚟整嘅，同泥嚟漿嘅，自己做嗰啲磚啊，都係用泥嚟做嘅，漿都係用啲泥漿嚟做出嚟嘅，即係請一個師傅嚟搭上去噶啦。來咗佢有壞我去收縮嘅時候，我哋咪睇住你修整咯。得如果冇計錯嚟講係目前得翻1個到2個有啊，不過已經係上咗年紀咯，若我都係70零歲咗咯，就冇噶啦，就靠自己咯，自己睇跟板嚟行咯，模仿佢嘅點樣嚟做咯。